舊約詩篇第52章，以東人多益來告訴掃羅說：大衛到了亞希米勒家，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交與伶長。勇士哦，你為何以作惡自誇？神的慈愛是常存的。你的舌頭邪惡詭詐，好像剃頭刀，快利傷人。你愛惡勝似愛善，又愛說謊，不愛說公義。細拉，詭詐的舌頭哦，你愛說一切毀滅的話，神也要毀滅你，直到永遠。他要把你拿去，從你的帳棚中抽出，從活人之地將你拔出。細拉，義人要看見而懼怕，並要笑他，說：看啊，這就是那不以神為他力量的人，只倚仗他豐富的財物，在邪惡上堅立自己。至於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欖樹，我永永遠遠倚靠神的慈愛。我要稱謝你，直到永遠，因為你行了這事。我也要在你聖民面前仰望你的名，這名本為美好。詩篇第53章，大衛的訓誨詩交與伶長，調用瑪哈拉。愚頑人心裏說：沒有神，他們都是邪惡，行了可憎惡的罪孽，沒有一個人行善。神從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沒有，有尋求他的沒有。他們各人都退後，一同變為污水，並沒有行善的，連一個也沒有。作孽的沒有知識嗎？他們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飯一樣，並不求告神。他們在無可懼怕之處就大大害怕，因為神把那安營攻擊你之人的骨頭散開了。你使他們蒙羞，因為神棄絕了他們。但願以色列的救恩從錫安而出，神救回他被擄的子民，那時雅各要快樂，以色列要歡喜。詩篇第54章，西弗人來對掃羅說：大衛豈不是在我們那裏藏身嗎？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交與伶長，用絲弦的樂器。神哦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憑你的大能為我伸冤。神哦，求你聽我的禱告，留心聽我口中的言語，因為惡人起來攻擊我，強暴人尋索我的命，他們眼中沒有神。細拉，神是幫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，他要報應我仇敵所行的惡。求你憑你的誠實滅絕他們。我要把甘心祭獻給你，耶和華我要稱讚你的名，這名本為美好。他從一切的急難中把我救出來，我的眼睛也看見我仇敵遭報，